あ、い、う、え、お、あ、い、う、え、お、か、き、く、け、こ、か、き、く、け、こ、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、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、た、ち、つ、て、と、た、ち、つ、て、と、な、に、ぬ、ね、の、な、に、ぬ、ね、の、は、ひ、ふ、へ、ほ、は、ひ、ふ、へ、ほ、ま、み、む、め、も、ま、み、む、め、も、や、ゆ、よ、や、ゆ、よ、ら、り、る、れ、ろ、ら、り、る、れ、ろ、わ、お、ん、わ、お、ん、が、ぎ、ぐ、げ、ご、が、ぎ、ぐ、げ、ご、ざ、じ、ず、ぜ、ぞ、ざ、じ、ず、ぜ、ぞ、だ、じ、ず、で、ど、だ、じ、ず、で、ど、ば、び、ぶ、べ、ぼ、ば、び、ぶ、べ、ぼ、ぱ、ぴ、ぷ、ぺ、ぽ、ぱ、ぴ、ぷ、ぺ、ぽ、きゃ、きゅ、きょ、きゃ、きゅ、きょ、ぎゃ、ぎゅ、ぎょ、ぎゃ、ぎゅ、ぎょ、しゃ、しゅ、しょ、しゃ、しゅ、しょ、じゃ、じゅ、じょ、じゃ、じゅ、じょ、ちゃ、ちゅ、ちょ、ちゃ、ちゅ、ちょ、にゃ、にゅ、にょ、にゃ、にゅ、にょ、ひゃ、ひゅ、ひょ、ひゃ、ひゅ、ひょ、びゃ、びゅ、びょ、びゃ、びゅ、びょ、ぴゃ、ぴゅ、ぴょ、ぴゃ、ぴゅ、ぴょ、みゃ、みゅ、みょ、みゃ、みゅ、みょ、りゃ、りゅ、りょ、りゃ、りゅ、りょ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私は蔡启华です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启华蔡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学日文。首先，老师要帮各位介绍的是日语的发音，它的发音有分为清音，所谓的清音就是我们讲的50音。50音总共有10个行，10个行为阿行、卡行、沙行、他行、那行、哈行、
妈行、压行、拉行和最后一个蛙行。然后清音有分成5个段，5个段为啊段、一段、乌段、A 段、O 段。那么特别老师要介绍的是压行的部分。压段的部分呢，5个发音已经剩下了3个音。好，其中一的部分呢，已经跟啊行的一样的是这个一。A 的部分呢，也是跟啊行的一样的 A。所以在压行的部分，我们只要念3个音就可以了。还有再就是蛙行的部分，蛙行的一跟这个 A 这2个字呢，我们叫做古字。那么这个现在只有在古文上面才看得到了，所以这2个音现在目前都不用了。所以我们用的还是在啊行的一跟这个 A 的部分。那么清音学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学的是浊音。好，浊音完半浊音。好，半浊音之后是熬音。熬音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所要学的叫做长音。接下来是促音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学的是 accent， 就是所谓的音调重音的练习。以上是老师稍微做一下发音的练习。那么在文字文型的方面呢，我们有2个文字，一个我们叫做 hiragana，hiragana 呢就是平假名，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 katakana，katakana 呢是片假名。那片假名一般我们应用的就是在这一个外来语上面，其他部分的比较不用。那么再加上我们非常熟悉的，我们叫做汉字，那么就形成了日本的文字了。那以上是老师稍微为这一个初学日文的人做一个简单的基本介绍。首先我们要学的是清音，清音的第一行为啊行。我们学啊行的第一个字叫做啊，啊。来看啊的写法有3画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啊，啊。再看下面片假名的部分有2画，1、2、1、2，啊，啊。我们现在所学的音叫做啊，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行的第2个音，第2个音叫做一，一。我们看一的写法，它有2画，1、2、1、2、1、1。来看下面片假名的部分，也是有2画，1、2、1、2、1、1。我们现在所学的音是一，一。接下来我们看啊行的第3个音，啊行的第3个音是u，u。好，我们看 u 的写法，它有2画，1、2、1、2、u， u。看下面片假名的部分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u， u。我们现在所学的音是 u， u。接下来我们看啊行的第4个音，第4个音为 a， a。好，我们看 a 的写法，它有2画，1、2，再绕过来，1、2， a， a。来看片假名的部分呢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a， a。我们现在所学的音是 a， a。
接下来我们看啊行的第5个音为 o。好，我们看到 o 的写法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o。来看片假名的部分，也是一样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o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啊行的部分教完了，总共有5个音啊、i、u、e、o。接下来我们教第2行为卡行，卡行的第1个音是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卡的写法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卡。接下来我们看片假名的部分，有2画，1、2、1、2，卡。现在我们学的这个音叫做卡。接下来我们看卡行的第2个音，卡行的第2个音叫做 ki。好，我们看 ki 的写法，它有4画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那么这个音呢，老师稍微做一下解释，就是在这边它有连起来部分，是因为它是印刷字的关系，所以它这边有连起来。那实际上你可以看下面用写的部分呢，是没有把它连起来的。那现在有连跟没有连的都是算正确的哈。这个音我们叫做 ki。接下来看这个片假名的部分，好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ki。我们现在所学的音是 ki。接下来我们看卡行的第3个音为 ku。好，我们看 ku 的写法，它有1画，1、ku。看片假名的部分有2画，1、2、ku。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音为 ku。接下来我们看卡行的第4个音为 k。好，我们看 k 的写法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k。接下来看片假名的部分，也是一样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k。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音为 k。接下来我们看卡行的第5个音为 ko。好，我们看 ko 的写法，它有2画，1、2、ko。看下面片假名的部分有2画，1、2、ko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学的音叫做 ko。那么卡行的部分的5个音为卡、ki、ku、ke、ko。接下来我们要教的音为沙行，沙行的第1个音为沙。好，我们看到沙的写法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那么它的写法呢，跟我们刚才的 ki 类似的哈，就是这边有连起来部分跟没有连起来部分2个都是算正确的哈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片假名的部分。好，片假名的写法也是一样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sa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音为 sa。接下来我们看沙行的第2个音是 xi。好，我们看 xi 的写法有1画，1再勾起来
一勾起来，细细。接下来看片假名的部分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细细。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个音为细细。接下来我们看沙行的第3个音，第3个音是是是。好，我们看是的写法，它有2画，1、2，绕圈圈再画下来，1、2、4，是。接下来看片假名的部分有2画，1、2、1、2、4，是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音为是是。接下来我们看沙行的第4个音为 se se。好，我们看 se 的写法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 se se。来看片假名的部分有2画，1、2、1、2。se se。好，我们现在学到的这个音为 se se。接下来我们看沙行的第5个音为 so so。好，我们看 so 的写法，它只有1画，所以从上面直接下来，1，直接画下来，再次哦，1，然后直接画下来 so so。看片假名的部分呢，它有2画，1、2、1、2 so so。好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音为 so so。那么沙行的5个音为沙、西、是、se、so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行的部分，他行的第1个音为他他。好，我们看它的写法，它有4画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它它。看片假名的部分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它它。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音是它。它。接下来我们看他行的第2个音是七七。好，我们看七的写法，它有2画，1、2，绕过来，1、2、7 7。好，接下来看片假名的部分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、7 7。好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音是七七。接下来我们看他行的第3个音，第3个音是字字。好，我们看字的写法，它有1画，字直接画过来哈，一字字。好，下面片假名的部分，它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字字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音叫做字字。接下来我们看第4个音，第4个音为 k k。好，我们看 k 的写法，它有1画，一直接画下来，一 k k。片假名的部分有3画，1、2、3，1。
す。